有一些圣经的翻译本将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下了一个标题，说这是医治鬼妇的孩子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但事实上，牧师认为耶稣他能够医治好这个鬼附身的人，并不是重点，也不足以为稀奇，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重要，而是这个本来就是耶稣基督的他在世上的工作与他的权柄。今天的经文我们将要聚焦在信心的功课上面，就如同过去几天我们都谈到了信心，我们也提到了信心能够移山这件事情。终于这个事情，这个标题就是出于今天的这一段经文的后面。那到底什么是移山的信心？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记载里面，到底是使徒不够有自信，或是出于什么样的根本问题，才有今天的教导。耶稣给这个鬼附身的孩子赶鬼医治之前，还有一段故事，这是一个前提啊。这个前提记载在15节跟16节。就是说，这个父亲呢，跟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可怜我的儿子，他患了癫痫病，很痛苦，时常跌在火里或是水里。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，可是他们不能医治好他。”礼拜天牧师在这个主日的信息里面提到了基督徒的概念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既然称为基督徒，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。既然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那就应该是在学耶稣基督，就应该要学习他的榜样，他的能力，特别是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。除非这些学生还没有出师，还在当学徒，还没有能力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，根据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7章的记载，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底出师了没有呢？今天的经文没有跟我们说。可是呢，我们根据之前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10章这个记载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差遣了12位门徒出去，经文非常清楚说他们是去医治赶鬼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就叫他的12个学生来，让他们有这个治压邪灵的权柄来赶鬼，然后再来就可以医治好各样的病、各样的病痛。耶稣基督已经授权了，他授权了他的学生们出去传福音，有压制邪灵的权柄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处经文，在路加福音第10章，它也记载了耶稣基督差遣了70个人，有些圣经的翻译本写72个人，他出去传上帝国的福音，然后并且耶稣基督也给他们有医治那城里病人的特权，或是说权柄。换言之，在今天的经文记载，就是马太福音第17章之前，
门徒已经经过了训练，门徒已经被授予权柄了。可惜的是，他们完全没有信心。他们不仅仅是对自己没有自信，更是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。为什么说对耶稣基督没有信心呢？因为我们知道医治的权柄、赦罪的权柄都是在耶稣基督，而且是他授权的。牧师在牧会的这个阶段里面，时常听到一些兄姐就这样说：“哎呦，牧师啊，哦，长老啊，你们赶快要替我祷告啊！你们的祷告最有功效啊！”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如果我们是基督徒，就如同门徒们问耶稣的话，他说，经文告诉我们，事后呢，门徒私下来问耶稣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鬼赶出去？其实，如果按照前后的经文来看，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不能，而是因为他们不信，他们完全没有信心。耶稣基督告诉门徒的话，其实今天也在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移山。耶稣说，因为你们信心不够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假如你们有像一粒芥菜种子那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从这里移到那里去，它也会移过去。没有任何事情你们不能做的。再说一次，如果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子那么大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从这里移到那里去，它也会移去，而且并没有任何事情是你们不能做的。所以有信心不只可以移山，可以做任何的事。今天的经文箴言14章的经文也提到了智者跟愚昧人的差别。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对上帝、对基督有信心，就是智慧者。我们并不是因为被基督授权，然后就很厉害，就很骄傲，反倒我们必须要谦卑主前，将主权交还给基督，让基督来掌权。这样的人才是智者。我们要透过祷告，我们要透过借着我们的倚靠，坚定的相信，然后我们就能够有这个移山的信心。愿主帮助我们。